主后2023年4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伫倒位准备搬过节暗顿？圣经咱做来听读马太福音26章第1节到75节。耶稣讲这个话了后，甲伊的门徒讲：恁知，搁过2日就是搬过节，人子会受出卖，互人顶十字架。迄时，祭司长甲民间的长老聚集伫大祭司该亚法的公馆，因参详要用计谋通掠耶稣，甲伊害死。毋过因讲，毋通伫做其中惊了民众起暴动。耶稣伫伯大尼麻风病人西门的厝，伫坐倒食饭的时，有一个妇人摕一罐玉盘，内面缀非常高贵的香油，行活来，将香油倒伫耶稣的头壳顶。门徒看到真受气，讲：哪着遮浪费？即款香油会当卖真侪钱来救这散车人。耶稣知影，就对因讲：恁若要刁难即个妇人人，伊有为着我做一项好事，不是有散车人甲恁做伙，不过我袂不是甲恁做伙。伊倒香油伫我的身躯，是甲我准备埋葬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即个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所在，人拢会讲起即个妇人人所做来纪念伊。12使徒的一个叫做以斯加略的犹大去见遐个祭司长，讲：我若将耶稣交互恁，恁要互我甚物？因就摕30个银仔互伊。对迄时起，犹大一直在找机会要出卖耶稣。拄到做下头一日，门徒来问耶稣：你爱阮伫倒位，甲你准备食搬过节的晚餐？耶稣讲：恁入城去找迄个某人，甲伊讲：老师讲，我的时已经到，我要甲我的门徒伫你的厝守搬过节。门徒就照耶稣的吩咐去准备搬过节的晚餐。黄昏的时，耶稣甲12使徒坐倒，因伫食饭的时，耶稣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中间有一个人要甲我出卖。因真伤心，一个一个甲伊问：主啊，毋是我吼？耶稣应讲：伸手甲我上时摕食物伫盘呢，伫问迄个人要甲我出卖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人子会受害，不过出卖人子的人惨啦！迄个人宁可无出世较好。出卖耶稣的犹大嘛甲伊问：rab比，毋是我吼？耶稣应讲：这是你讲的。因伫食的时，耶稣摕饼，感谢了，掰开，分互门徒讲：摕去食，这是我的身躯。然后伊捧杯，感谢了后，摕互门徒讲：恁拢着啉即个杯，因为这是我的血，是立约的血，为着真侪人流出来，要互因的罪得到赦免。我甲恁讲，伫我的爸的国，甲恁啉新的葡萄酒迄日以前，我绝对袂阁啉即个葡萄酒。因吟诗了后就出去，去橄榄山。
耶稣甲因讲：今暝恁拢会放杀我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我要拍牧者，规群羊就失散。毋过我搁我以后会比恁先去加利利。彼得对耶稣讲：众人若拢放杀你，我嘛绝对袂放杀你。耶稣甲伊讲：我实在甲你讲，今暝假提以前，你会3遍毋认我。彼得应讲：若一定着甲你做伙死，我嘛绝对袂毋认你。其他的门徒嘛拢安尼讲。后来，耶稣甲门徒来到一个所在，叫做克西马尼。伊甲门徒讲：我去遐祈祷，恁坐踮遮。伊就带彼得甲西比泰的2个囝做伙去，伊悲伤非常痛苦，对因讲：我的心忧伤到要死去，恁踮遮甲我做伙警醒。伊行较进前，面趴落去，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若会当，求你互我免啉即个杯，毋过毋是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旨意实现。伊转来门徒遐，看到因得困，就对彼得讲：恁真正袂当甲我警醒1点钟久是无？着警醒，着祈祷，才袂陷到幽隙。恁的心真意爱，毋过肉体软弱。耶稣第2遍搁去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这杯若袂当免，我一定着啉，愿你的旨意实现。伊搁转来，看到因为目睭涩还得困，耶稣搁离开因，第3遍去祈祷，嘛是讲相款的话。然后伊搁转来门徒遐，对因讲：恁还得困，还得歇困哦。恁看，时间接近啦，人子受出卖，交伫罪人的手头啦。起来，咱来去。恁看，出卖我的人来啦。耶稣还在讲的时，12使徒的一个犹太来，这市长甲民间的长老派来的一大群人，举刀举棍，甲伊斗阵来。出卖耶稣迄个人有互因一个暗号讲：我甲伊斟，迄个就是恁甲掠。犹太随时惊我耶稣对伊讲：rabbi比平安，就甲伊斟。耶稣甲伊讲：朋友，你哪伫遮？遐人就活去，下手掠耶稣。忽然，有一个甲耶稣斗阵的人，伸手背刀对大祭司的奴仆扑落去，甲一边的耳仔射起来。耶稣甲伊讲：刀收起来，因为举刀的拢会死伫刀下。你想讲，我袂当恳求我的爸随时找12营较佳的天使来是无？我若安尼做，圣经所记载一定着发生的代志，哪会应验？迄时耶稣对群众讲：恁举刀举棍出来掠我，是咧掠强盗是无？我逐日伫圣殿坐咧教示人，恁无甲我掠。不过这一切的代志拢已经实现，是要应验先知伫圣经所讲的话。然后所有门徒拢放杀耶稣逃走。遐掠耶稣的人，甲伊带去大祭司该亚法遐，经过教师甲长老拢已经聚集伫遐。彼得离远远缀缀耶稣，缀到大祭司公馆的埕，伊入去内面，甲警卫做伙坐，要看代志的结局。
祭司长甲全议会一直在找假证据，要告耶稣，通甲伊处死。虽然有真侪人出来甲伊诬告，毋过因拢找无证据。后来有2个人出来讲，这人捌讲，我有法度毁坏上帝圣殿，3日内阁甲伊起起来。大祭司徛起来讲，这人伫甲你告甚物，你若拢无答辩。毋过耶稣拢恬恬。大祭司阁一遍对伊讲：我记永远活的上帝，就怎命令你甲我讲，你是基督，上帝的囝，也毋是？耶稣应讲：你已经讲啦，毋过我甲恁讲，对打以后，恁会看见人子一日全能者的正平，坐天顶的云来临。大祭司就踢破外衫讲，伊已经亵渎上帝，咱还需要甚物证人？呾恁已经有听到伊亵渎上帝，恁想安怎？因应讲，伊该死。后来因配烂伫耶稣的面，甲伊争，个人甲伊献，讲：基督啊，你是先知。甲阮讲看卖，啥人甲你拍？彼得伫公馆外面的埕伫坐，有一个女婢惊活去，讲：你嘛拢有伫甲迄个加利利人耶稣做伙。彼得伫众人面前毋认，讲：我毋知你咧讲甚物。彼得行出去到大门口的时，有另外一个女婢看到伊，就甲伫遐的人讲：这人有伫甲拿撒勒人耶稣做伙。彼得搁一遍就抓毋认讲：我毋捌迄个人。过无偌久，徛伫边仔的人活来对彼得讲：你确实嘛是因迄阵的人，听你的腔就知。伊就照抓讲：我毋捌迄个人，我若讲白贼，愿天责罚我，假随时提。彼得想到耶稣所讲的话，假提以前，你会3遍毋认我，伊就出去外面大声啼哭。伫倒位准备搬过节暗顿，耶稣一连串的教导讲煞，对门徒讲：恁知过2日就是搬过节，人子会受出卖，互人钉十字架。门徒知影搬过节，却袂明白人子要互钉十字架的意思。迄时，祭司长老和大祭司组织密谋，要掠耶稣，甲伊杀死。门徒犹太为着30块银仔，甲耶稣卖互即阵人。今日的经文中讲到搬过节暗顿，缘起自出埃及事件。当时，上主为着要拯救伊的子民，吩咐以色列人杀羊羔，伫门口门外膏抹羊仔花做记号，以免互灭命的天使击杀。因为安尼守搬过节是纪念上帝的拯救。伫耶稣的时代，犹太人犹原伫过搬过节，毋过检采遵守形式已经较大过实质的纪念。耶稣甲门徒的搬过节晚餐特别开始，纪念行动搁一次展开。无共伫以往的搬过节，耶稣邀请门徒纪念的，毋是门外顶羊羔所留的花的记号，
是用饼甲杯代表伊诶身体和保护。耶稣讲：摕去食，这是我诶身躯，恁拢着啉即个杯，因为这是我诶血，是立约诶血，为着真侪人流出来诶，要互因诶罪得到赦免。耶稣同在诶磅粿节暗顿，若像甲过去诶无啥物无共，纪念上帝拯救人脱离奴役和压制，使用群体需要分别出来归属上帝。搁上帝诶子民甲圣殿无公义诶世代，拢需要伊诶拯救。毋过，门徒虽然跟对耶稣，却无完全有掠家己做对诶出卖者，有看家己是刚强诶背弃者，有以为家己是义人诶护教者，搁有使用暴力诶革命者。因为安尼，耶稣提醒讲：着警醒，着祈祷，才袂陷入有隙。另外一方面，有耶稣诶磅粿节晚餐，也甲过去诶完全无共。因为人会败坏，耶稣道成肉身，为活出上帝拯救人脱离罪恶诶心意，伊亲自成做赎罪祭，无条件赐咱恩典。既然愿意相信耶稣是对上帝来诶拯救者，伊诶受难拢是为着因带来救赎。耶稣愿意担当人诶劳苦、忧愁、烦恼，甲人诶忧患苦难同情共感。当门徒问耶稣：你爱阮踮倒位，甲你准备磅粿节诶晚餐？叫人想到踮我诶心里即个答案。有一位少年人伫罪恶和自我放弃诶边缘挣扎。伊有朋友认为福音才是伊诶出路，积极向伊传福音。总是福音拯救这位少年人，伊诶朋友却为着安尼付出代价。原来伊诶朋友伫要去关怀少年人诶路中出意外。伫朋友临终进前，少年人来看伊，朋友要甲伊3月天顶搁再相会。少年人受震撼讲：伊所做拢藏踮我诶心上。磅粿节诶晚餐要伫倒位准备？就伫日常生活，就伫人诶身边，就伫你我甲主诶身上。默想，每遍参与圣餐，同享主诶饼甲杯，对我诶意义是甚物？每遍参与圣餐，同享主诶饼甲杯，对我诶意义是甚物？咱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感谢你为我破碎家己，流出宝血。透过圣餐，我明白你十字架顶诶救恩是愿意为所有人准备诶。愿你诶心意深藏伫我诶心，搁互我伫生活中通分享出去。奉主诶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